今日祝愿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1月23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7节，罗马书第7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自由。圣经甲咱讲，圣神互人得到自由，这正是基督信仰的精神。上帝救恩互人得到自由。旧约的律法呢，照保罗的讲法，律法互人直到死，因为受到律法所牵制的人，只有知影讲着爱死守律法，但是呢，却无有自由的性命。事实上，摩西的律法是一种要互人来得到性命，毋是一种互人得到牵制，是要帮助人活出这个改命的性命，才着安尼来通领受圣神的性命。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7节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伊安尼讲着伊家己。至高的上主神临到我，因为上主用油去抹我，伊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，医好心灵破碎的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放，受关的出监牢，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甲咱的上帝替伊的子民伸冤的日，安慰所有悲伤的人。伫錫安悲哀的人，伊使因花冠代替恢复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。因受称作公义的成就是上主栽种的，要显明伊家己的荣光。伊会重建久久趴远的地，修建早前毁坏的所在。中搁再去做世世代代荒废的城市，外族人会来饲恁的羊群，外国的人替恁耕作田园，照顾恁的葡萄园。恁要叫做上主的祭司，侍奉咱的上帝。恁会得到列国的财物，享受因的财富来夸口。恁有受到双倍的凌辱，人想讲凌辱是恁应该得的份额，总是恁会伫家己的土地得到双倍的产业，恁会欢喜永远存续。先知提到着伊家己受到圣神的呼召，伊受到上帝的膏立，因为上帝来选召伊。先知遵守上帝诫命，为着要互人领受救恩，伊伫伤心的人，并且互人得到自由。保罗用夫妻的关系来讲到自由。伊讲一个人搁伫婚约的下面就无有自由，这是律法互人的约束。但是若丈夫搁活着，那就是永远受到法律的束缚，也因为安尼婚约的下面妇女若去找另外的查甫人，安尼讲的偶像就是淫妇。罗马书第7章第1节到第6节，保罗讲：兄弟姊妹，我是对恁捌律法的人在讲，恁竟毋知人活着的时，才受律法的约束。举一个例来讲，结婚的妇人人，丈夫也活着，就受律法的约束来规制丈夫。丈夫若死，就无搁再受这个律法的约束。所以丈夫也活着，妇人人若甲别个查甫人做伙住，为互人叫做淫妇。丈夫若死，伊就无受迄个律法的约束。伊甲别个查甫人做伙嘛，毋是淫妇。
我的兄弟姊妹亲像安尼，人甲基督的身躯结合，甲伊同死，已经甲律法断绝关系，无受约束，就当归属于别人。会当归属于别人，就是迄位对世人中搁活的基督。有咱通过着上帝来结果子，照人肉体的本性得活时，咱犯罪的欲念要受到律法的激起，伫咱身躯的逐肢体运作结死亡的果子。毋过现在咱已经脱离律法，甲迄个束缚咱的断绝关系。安尼，咱服侍上帝，毋是照律法的旧的方式，是照着神的新的方式。是啦，基督徒追求来脱离律法的约束，来颠倒活出这个基督去活的活命，来跟对主，领受伊的竞选甲呼召，伫圣神的自由的下面来服侍上帝。诗篇19篇，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伊的作为。一日对迄日讲话，一暝对迄暝传播智慧。无言无语，无声无息，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，因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。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布片，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。亲像选手勇跃走伊的路程，对天的这边出来，射到迄边，小旗普及万米。上主的律法完全，互人得到新的快乐。上主的命令可靠，无互这个知识的人得到智慧。上主的律例公正，互人的心欢喜。上主的诫命纯洁，互人的目睭光明。敬畏上主是纯真，永远无改变。上主的判断真实，完全公道，比金比真济纯金更较贵重，比蜜比纯的香蜜更较甜。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，守诫命的有大报赏。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？求你赦免我无意中犯的过失。求你保守你的仆人，互伊袂故意犯罪。求你毋通用稳罪恶管辖我，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，袂犯同罪。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下伫你的旨意，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。恳求上帝，互阮得到自由，欢喜伫主的旨意下面，领受着呼召，受主来膏抹，专心一意服侍上帝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